帶觀眾朋友來看南投的德山，是咱台灣竹仔產業的故鄉。在民國60多年上興的時期，有2000多間竹藝相關的店頭。即馬雖然敢若剩30-40間，不過因也是用竹仔工藝佇咧拼轉型，希望會當兼顧傳統甲創新，讓這個工藝會當繼續延續落去。愛算好下落吼，伊才會安尼有無90度。做竹椅的羅師傅，一德山已經做40幾檔啊。伊哪做哪幫遊客來解說，希望更較儕人會當了解竹椅的製造過程。根據農業部林業試驗所的資料，全台灣竹產業上興旺的時陣，有2000多間和竹仔相關的公司工廠，竹產就佔60%以上。不過現此時加上青創品牌，量基約才剩30-40間爾。豐盛的時陣是60幾年遐，竹山店幾乎家家戶戶攏有咧做竹仔外銷。未來竹藝會愈來愈無人做，因為幾乎竹山遮第2代攏無做較濟啦。少年輩有家己的想法，除了傳統的竹藝，嘛做杯仔、器皿仔、腳踏車架仔、文創，延續這個產業。政府除了替老師傅開課，到推廣傳統的工藝，嘛推動和竹仔相關的旅行，希望會當帶動地方其他的產業做伙發展。在這個時代有這個時代的樣子，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時代樣子的茶文化或者茶體驗分享給大家。比如講，我若接着較大食多的時陣，我邊仔的工廠就知影講，我只要食多，我就會分互因做，大家來共好，這個產業才會愈做愈好。我們的環境永續，或者是我們這個碳匯的部分，那以及到我們青農的輔導，我們都持續在推動當中。那期待能夠為我們地方的這個竹聯產業呢注入一股不一樣的新的活力。透過政府支持，加上在地人有心，竹山會當改變傳統創新，希望走出一條永續的路。記者黃秀蘭報道。